长罗没有叫你动就不用动，来，三，好，现在我讲1、2、3了，来，你要把它套进来哦，套进这个空格来，长罗今哪里长？你手不要一直动那个啦，离开啦，要按的就这样来。第二个，长罗大长好听，明阿在罗明阿在罗大那在好听，请后生，请后生。好摸，这个摸又是名词又是动词，所以你就看到了红色的是什么词？动词啊，热、轻、摸，来，好摸，好酸，压好酸。这个压这个字是一个大的力，表示你要举起来要一点力量，用大一点的力量来不要忘压好酸。拿扫把压扫帚。来一根棍子，压棍啊。拿一张椅子，拿一张桌子，牙多。养鸡晚上要把它叫到这个鸡笼里面来，给它。有的时候冬天这个底下面一刮石头，这边打一个用竹子把它打一个十字，这边吊一个什么？吊一个电灯泡。好，这样子底下就很温暖，不是这样用途哦。这个是在屋子里面这么大，底下挺好，再来糟糕，那么我的那个提壶装没有干呢，明天要蒸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放在这边。3颗加，明天就干了。早上起来干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皮的点法。其实那个衣服你不能讲皮，那个花，那个花的衣服不太一样，是整个笼罩在上面。那这个才是皮，这是皮。另外一种是。尾斗，拍球，尾斗，有没有听过尾昂啊？有。昂啊是什么？凡是一个图形的都叫昂啊，这个叫昂啊，这个也叫昂啊，这个也叫昂啊，都叫昂啊斗，不是只有限定人才是昂啊。还有讲昂啊是所有的图形都可以叫昂啊，尾昂啊。所以昂啊画出来以后有故事性，一栏一格一格都有故事在说故事。那个漫画书怎么讲？昂啊切，对，昂啊切，昂啊切，那个阿很简单，阿就是阿加阿什么？有没有？这个念阿。
是听歌，来，小朋友听爸爸妈妈的话怎么讲？听话。听话。听爸爸的话怎么讲？听爸爸的话。听爸妈的话。听阿公的话。阿妈的话。老师呢？听老师的话。好，总结叫什么？听话。听话。那这叫什么？听歌。听歌。拍球。拍球。拍球是拍，拍的是篮球来，拍篮球。拍篮球。拍篮球。好，如果用脚就不叫拍，叫踏。用手叫拍，用脚就是踏，叫做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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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踏球。踢球。踏球。踢球。拍球。拍球。为道，为道，为阿妈走，为阿妈走，听歌，听歌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拍球，拍球，拍篮球，拍篮球，拍球，拍球。拍球。好。游水。是手修。水。单字修。这是第五声。修。刚刚只介绍三音，修。它第一声是修，第五声是修。一跟四跟国语都一样。修不一样。水。我爱散步。我愛散步。聽歌。聽歌。你愛聽歌。你愛聽歌。你愛跳舞。你愛跳舞。跳舞。拍球。你愛拍球。你愛拍球。游水。你愛游水。你愛游水。游水。是游泳。修水是什麼？熱水。是石油修，是石油修，來修水。游水。好，對。我愛為道散步。我愛散步。聽歌。你愛聽歌。跳舞。你愛跳舞。拍球。你愛拍球。游水。你愛游水。好，我們去游水了哈。好，下一頁。我理你，我理一，我理一。大家知道哈，我理來對，開始。為道，我愛為道，我愛聽歌，我愛拍球。你愛為道，你愛聽歌，你愛拍球。你愛拍球，你愛聽歌，你愛拍球。我愛散步，我愛散步，我愛散步，你愛散步，你愛散步，你愛散步。我愛跳舞，我愛游水。你愛跳舞，你愛游水。你愛跳舞，你愛游水。念出來。阿兄阿姊小弟小妹，阿公阿媽阿爸阿母阿兄阿姊小弟小妹。好，認好，把這些圖認好咯，記住咯。好，下一，回來問哦。好。來，4、3、
歌，爱拍球，小弟爱拍球，阿姊爱画图，阿姊爱画图。来，谁在念？举手。来，第一个，恭喜你啊，听好。阿嬷爱跳舞。阿嬷要跳舞啊，不会老那个骨头要小心啊。再一遍。阿嬷爱跳舞。好，2、3。阿母爱跳舞。 1、2。阿爱游水。再练。阿爸爱游水。好，再来，下一。来，这些。阿哥。来，看。宝。美宝。微口张周音，微口是全周音。微口就是对哈。来，做沙。做沙。就是红字一五，做一五哈。做沙。做沙。微沙。微沙是张周音，全周音是微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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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哥。微宝。微宝。阿哥做沙。阿哥做沙。阿哥微沙。那个高一样是什么音？偶啊还是格啊？偶啊。都是偶啊，到现在都是偶啊。做沙。阿嬷，这是阿嬷哦。妈妈的妈是阿嬷，阿母是母亲的名字。阿姨。阿母。阿母。微沙。微沙。阿嬷做沙。阿嬷做沙。阿嬷也要做沙，去晒也要做沙哦。来，阿哥。阿哥。微沙。微沙。阿姨。微沙。微沙。阿母。好，下一个。爱了头。头。罗。阿公敬威爱永头。阿公敬畏爱永头。是科偶。头。偶啊的音哦。阿爸塞车行山路。阿爸塞车行山路。菜头粿。菜头粿。红菇粿。红菇粿。一个粿哦。好，藕粿。藕粿。那个是藕啊粿。藕啊粿。白粿。排骨。藕啊白粿。藕啊排骨。藕啊米粉。藕啊米粉。我怎么一直听到藕啊？藕啊。好，这个叫这个是香水哈，这个是现代的语词，又把它改过来。以前台湾台语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哈，好，这个讲来冷更。冷更。蛋卷呐，冷更。更。鸡蛋怎么讲？鸡卵。鸭蛋。鸭卵。鹅蛋。鹅卵。恐龙蛋。恐龙的冷，恐龙的冷哈。好，这个冷就是古语的蛋，对，没有错啊。哎，不要过来，你们讲完了。来，蚵仔两更。蚵仔两更。蚵仔饼。蚵仔饼。蚵仔馒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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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蚵仔鸡两个。蚵仔鸡两个。鸡两个。鸡两个。蛋糕叫鸡两个啦，鸡两个。鸡两个。鸡两个。一个，鸡两个。一个，这礼拜呢，吼来。鸡两个。鸡两个怎么讲？鸡两个。一个，鸡两个。一个，鸡两个。鸡两个。来这边，你讲的很好。
给人哥，给人哥，哎，第几号？4号。好，来找一个哪一个比较？你几年级？啊，大班哦，大班这么大，果然大班。给人哥，给人哥，给人哥，哎，给人哥，给人哥，还有你这边我给人哥。给人哥，小戒指，感觉这个是酥酥的。那这个酥酥的叫酥，有没有吃过辣酥？哦，有没有吃过鱼酥？有有没有吃过红来酥？有，哎，这些都叫酥哦。那鱼酥、辣酥是把它酥的细细的。那如果不是酥的细细的，是有一点好像纤维一样长长的，那个就不叫酥，叫做糊来骂糊。马虎，乙户，乙户，啊，这时候户就变成这个啊，好，所以收跟户不一样哈。好，现在念一遍，对，可是，哦，龟雕，哦，龟条，龟雕，哦啊饼，哦啊饼，哦啊哦啊手，哦啊手，哦啊手，哦啊边，哦啊饼，好，我记，你在这边就是第一声，这边第二声，这边第三声哦。好，那啊饼，藕边，哦饼，藕边就是我们以前常常看到的在街上那个马布，有没有？马布藕边，你要吃这个藕边，还要有一个圆盘，给你拿一个那个面标这样射啊，射到大格的，越大格越大，那个越小格越大，越大格越小一点，那个叫藕边啊。哎，对，这个藕啊，鱼啊边。哦哎，夹饼，给几茶，这个鱼啊边，多一个棍子，这个给几茶，这个鱼啊边，好了，鱼啊边。夹饼，藕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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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弯嘴一样，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来，这个串边，哦啊串饼，串边，哦啊串饼，串边。哦啊串饼，好，所以小朋友，当我讲藕啊串边，藕啊串边，藕啊串边，嘴巴大大哦，你可以这样吗？我不要讲大大的。我讲大大的，我讲宽宽的，鹅啊串边，鹅啊串边，鹅啊串边。请问鹅啊是什么？你敢吃鹅啊的串边吗？鹅啊是鹅啊米爽的鹅啊，鹅啊真的鹅啊，不行嘛，所以不能念鹅啊，要念鹅啊。好，来。
长长一条路，路边转转涂，乌阴要落雨。阿哥走无路，提步来画图，画我一千度，嘛画长头毛，欢喜拍大鼓。长长一条路，路边转转涂，乌阴要落雨。阿哥走无路，提步来画图，画我一千度，嘛画长头毛，欢喜拍大鼓。大路，大路，沙土，沙土，树屋，树屋，落雨，落雨。阿哥，阿哥，白布，白布，地图，地图，大刀，大刀，头毛，头毛，大鼓，大鼓。河口一粒岛，阿宝煮红帽，桃仔是水果，阿婆爱做鸡卵糕。河口一粒岛，阿宝煮红帽，桃仔是水果，阿婆爱做鸡卵糕。河口，河口，小岛，小岛，阿宝，阿宝，红帽，红帽，桃仔，桃仔，水果，水果，阿婆，阿婆，鸡卵糕，鸡卵糕。蚵仔生土底，蚵仔生海底，乌蚵徛两边，乌蚵念分明。蚵仔生土底，蚵仔生海底，乌蚵徛两边，乌蚵念分明。蚵仔生土底，蚵仔生海底，乌蚵徛两边，乌蚵念分明。阿婆门前一条河，后壁有山坡，山坡顶悬牛仔膏，河底两只鹅，山顶牛，河底鹅。唱歌咧相报，看来看去，听来听去，阿婆咧唱山歌。火金菇闪烁烁，在阮细汉的暝，伸手掠着满满是，伴阮过童年。忽然东，忽然西，忽然变无去。亲像歌诗，亲像梦，在阮少年时。火金菇走去觅，你是对倒去？去倒位要问天？月娘笑阮戆，笑阮呆。天乌乌，看无火金菇，月头看无路。火金菇倒位去？火金菇闪烁烁，在阮细汉的暝，伸手掠着满满是，伴阮过童年。忽然东，忽然西，忽然变无去，亲像歌诗，亲像梦，在阮少年时。火金菇走去觅，你是对倒去？去倒位要请问天？月娘笑阮戆，笑阮呆。天乌乌，看无火金菇，月头看无路。